你平時去果欄或者超商買金枕，見到個殼金燦燦、黃澄澄，係咪覺得執到寶？以為呢隻一定夠熟，一定甜到漏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咁你就真係中大伏啦。話你知，你買到嘅可能唔係大自然送俾你嘅黃金果肉，而係一粒浸過化工染料、含有致癌物嘅毒榴蓮。最近食安界爆出個超級大新聞，大批由泰國出口嘅進口榴蓮被海關截獲，外殼同果肉竟然係人工夾硬染出嚟嘅，背後用嘅重金屬同化學色素，直情係世衛組織列明嘅2B 類致癌物。呢批黑心榴蓮有成64公噸咁多，真係聽落都覺得恐怖。今日我就要撕開呢個生果界嘅恐怖內幕，用一招最簡單嘅方法，教你點樣一眼識穿化學染色生果，等你自己同屋企人唔使食埋呢啲致癌化學物質落肚。中意食榴蓮嘅朋友，呢條片你真係唔想死，就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其實好多香港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係不折不扣嘅榴蓮控。由以前嘅蘇丹黃、貓山王，到最大眾化、性價比最高嘅泰國金枕頭、青梨或者乾腰，一到夏天或者轉季，街頭巷尾都漂浮住一陣陣好獨特，有人好中意，亦有人好驚嘅榴蓮香。行過生果檔，見到成堆榴蓮疊到好似座小山咁，我哋最直覺嘅做法係點？梗係睇下邊隻最黃，邊隻色澤最靚。我哋心諗，青色即係未熟，買返屋企要放好耐，隨時變咗做死心榴蓮。相反，如果成隻個殼帶點金黃，開出嚟嘅果肉實係飽滿鮮黃，好似雪糕咁綿密。但係偏偏就有黑心商人利用我哋呢種以貌取生果嘅心理，搞出個大頭佛。最近爆出嘅呢單泰國榴蓮染色事件，真係驚動咗成個東南亞同埋我哋呢邊嘅海關。據官方通報，有超過64公噸嘅泰國進口榴蓮喺過關抽檢嘅時候，被發現殘留咗一種類似黃色、非常鮮豔嘅化學物質。本來大家以為只係普通用嚟殺菌或者防霉嘅黃薑水，因為以前泰國果農真係會用天然黃薑粉水去抹下個殼，幫個殼消炎殺菌，順便等個賣相好睇少少。天然黃薑水係冇問題嘅，食落肚仲對身體好。點知今次化驗結果一出，全場嚇到呆晒。呢啲榴蓮殼上面嘅黃色，竟然係一種叫金胺歐嘅工業用化學染料，又叫做鹼性嫩黃。呢種金胺歐究竟係乜嚟？佢根本就唔係食品添加劑，而係一種用嚟幫條牛仔褲、皮夾、牆紙或者紙張染色嘅工業顏料。點解黑心商要用佢？因為佢夠平，而且上色能力極度強悍，只要倒少少落一大缸水度，將啲未熟甚至係生炒、完全未夠日子採摘嘅青咪咪榴蓮放落去浸一浸，嗱，唔使幾分鐘，成隻生果就會變成好精緻、好完美嘅金黃色。最慘嘅係呢種化學物具有好強嘅滲透性。榴蓮殼雖然好多刺，好似好厚，但其實上面布滿微細嘅孔洞。當啲生果浸喺化工藥水入面嘅時候，化學毒素就會順住個殼、順住個蒂，一路滲入去裏面嘅果肉。當你滿心歡喜咁用幾百蚊買隻榴蓮返去，用刀劈開，見到啲肉好黃好靚，一啖咬落去，其實你已經將一桶工業染料吞咗落肚。最令人震驚同埋憤怒嘅係，金胺歐係被世界衛生組織、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2B 類嘅致癌物。意思即係話喺動物實驗入面，呢種物質已經被證實會誘發肝癌、膀胱癌，甚至會破壞基因結構，造成細胞變異。對人體來講，長期低劑量咁攝入，會對我哋嘅肝臟同腎臟造成不可逆轉嘅毒性傷害。你想想，我哋香港人平時工作壓力咁大，生活節奏咁快，平時買生果都係想吸收多啲維他命，食得健康啲。點知依家連食件生果都要冒住致癌嘅風險，呢種超商陷阱同埋食安問題真係令人防不勝防。其實呢種化學生果、染色生果嘅現象喺今時今日嘅生果貿易入面已經唔係單一事件。除咗榴蓮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品種都係重災區，例如好多人中意食嘅橙、金桔或者芒果。有啲商販為了等生果提早上市，賣個好價錢，喺生果仲未完全成熟，
味道仲係酸溜溜嘅時候就夾硬摘落嚟，呢啲生果賣相唔好，點辦？佢哋就會用催熟劑，好似乙烯利咁，將生果催熟。催熟都算啦，如果鹽隻色唔夠紅、唔夠橙、唔夠誘人，佢哋仲會進行人工打蠟同埋染色，用含有蘇丹紅或者其他化學色素嘅蠟質噴喺生果表面，結果原本應該天然健康嘅橙，變得好似塑膠模型一樣咁完美；原本應該帶點青綠嘅芒果，變到成支好似金箔咁閃閃發亮。你將呢啲生果買返屋企，如果洗得唔乾淨，或者剝皮嘅時候手指沾到表面嘅化學殘留，再攞去拿果肉食，啲致癌物就係咁樣一點一滴積聚喺你體內。咁到底我哋作為普通消費者，點樣先可以喺買生果嘅時候保護自己，唔好中招呢？今日我就教大家一招識穿化學染色生果嘅終極秘訣，同時結合幾點非常實用嘅揀榴蓮技巧，等大家以後去超商或者街市都可以做個精明眼。呢個一招必殺技其實非常簡單，大家去買生果嘅時候，隨身準備一塊普通嘅乾淨白色紙巾或者化妝棉，甚至如果手頭上冇，用你隻手指公都得。當你見到一隻色澤好完美、黃到發亮嘅榴蓮或者橙嘅時候，你用少少力，用張白紙巾去拖下個生果殼，特別係拖佢啲凹陷位、有刺嘅罅隙或者生果蒂嘅部位。如果呢隻生果係天然成熟嘅，無論你點揉，張紙巾都應該係乾淨嘅，或者最多只係帶有一點點樹皮嘅天然啡色或者灰塵。但如果呢隻生果係經過人工染色嘅，尤其是用咗好似金安歐或者工業染料浸泡，由於佢哋係後期附着喺表面，又無經過高溫固色，只要遇到摩擦或者少少水氣，顏料就會即刻露餡。你一吹，張白紙巾上面就會明顯留下一層淡淡嘅黃色或者橙色。一旦見到張紙巾變色，唔使諗，即刻放低，扭頭就走，因為呢隻生果100%係化學加工製品，買返去等於貼錢買毒藥。除咗用紙巾測色法呢個最強大招之外，我哋揀榴蓮嘅時候，仲要學識配合眼、耳、鼻去綜合觀察，咁樣就最穩陣。第一步係睇個生果蒂，即係榴蓮頂部嗰條柄，天然新鮮採摘嘅榴蓮，個蒂應該係帶有水分，呈現健康的青綠色或者深啡色。你用指甲輕輕卡下，應該仲會感覺到少少濕潤。但如果你見到個蒂成條枯乾晒，甚至縮晒水，但偏偏成隻榴蓮殼係金黃色，呢個就極度唔邏輯。更加要留意嘅係，如果個蒂嘅斷口位或者周圍嘅皮膚呈現一種好唔自然嘅鮮黃色，甚至有粉末狀嘅殘留，咁好明顯，佢就是成隻被丟落去黃色藥水桶入面浸泡過嘅鐵證。第二步係睇下成隻生果嘅顏色分布。大自然生長嘅生果，因為每一面接受太陽光照射嘅時間同角度都唔同，所以顏色一定係有深有淺有過渡嘅。一隻熟得好好嘅金枕頭，通常係一邊偏黃，另一邊可能帶點點青綠，色澤係柔和自然嘅。如果你眼前嗰隻榴蓮由頭到尾，由頂到底，每一個刺尖，每一個罅隙都呈現出完全一模一樣，均勻到無瑕疵嘅亮黃色，咁佢就9成9唔係曬太陽曬出嚟，而是化工染料染出嚟嘅。第三步，我哋要用手去捏下佢啲刺。揀榴蓮有個好經典嘅技巧，兩條相鄰嘅刺，用手指力將佢哋向內捏。如果兩條刺好有彈性，可以輕易向內靠攏，代表呢隻榴蓮已經成熟，裏面嘅果肉已經軟化。相反，如果你見到一隻外殼好黃嘅榴蓮，但你用盡食奶嘅力去捏佢啲刺，啲刺仲係硬邦邦，好似石頭一樣，完全冇彈性，呢個就說明佢根本仲未熟。佢嘅金黃色外表完全係假象，係用化學手段夾硬包裝出嚟嘅早採果。第四步亦都係最直接嘅，就是聞下氣味。一個真正熟透可以食嘅榴蓮，你唔使貼得好近，行過都會聞到一陣陣好濃郁帶點甜味嘅榴蓮果香。如果你見到隻榴蓮個殼黃到好似金磚咁，但你將個鼻湊過去聞，竟然一點味都冇，或者只有一股好淡，甚至帶有怪怪嘅化學藥水味、酸味，咁就千萬唔好買。呢種生果裏面多數係未熟嘅死肉，外表再靚都係嘥氣。其實
近年來，大家對食安問題越來越重視，但係市場上嘅黑心招數真係層出不窮，由好久以前嘅毒奶粉、地溝油，到依家連最天然嘅生果都要搞生果保鮮，搞超市陷阱。有啲批發商為咗拉長生果嘅保質期，等生果喺長途海運入面唔會爛，會過量使用防腐劑、殺菌劑，甚至用一些未經批准嘅化學藥水去浸泡。我哋作為普通老百姓，每日三餐已經食咗唔少添加劑，如果連買個生果獎勵，嚇自己都要食埋呢啲致癌嘅工業染料，咁樣真係好悲哀。所以我成日同身邊嘅朋友講，買生果千祈唔好一味追求完美，大自然產物一定有缺陷，有啲疤痕、顏色唔均匀、形狀歪歪斜斜，其實先係最真實、最安全嘅表現。下次去買泰國金枕頭，見到個殼有少少青綠色，唔好嫌棄佢，買返屋企放在通風嘅地方，等佢自然熟、自然裂開，咁樣食法先最安全、最放心。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個紙巾式穿染色生果嘅方法，以及揀榴蓮嘅防坑指南，可以幫到大家食得健康、食得安心，先係生活最重要嘅根本。大家以後行街買生果，記得保持警惕，帶眼識生果，唔好再被那些金燦燦嘅虛假外表呃到啦。